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4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2篇，以斯帖记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启示录第1章第9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永远的上帝。前礼拜六，咱讲到真正有一位上帝。这位真神，毋是啥物伟人，也毋是啥物人所手刻的，嘛毋是一个真大的物件，嘛毋是咱咧讲的自然定律。迄个真神是一个超越时间、空间、创造并且掌管全宇宙、赢过阴间死亡权柄的真神。上帝既然是超越时间的限制，伊就是迄位早伫地、今伫地、永远存在的上帝。咱称作永远的上帝。伊是对咱所毋知的过去，到伫咱无法度知的将来，伊一直拢存在的一个上帝。所以伫圣经以赛亚书捌安尼甲咱讲，上主讲：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，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。天比地较悬，相款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较悬，我的意念嘛比恁的意念较悬。这是出自以赛亚的经文。上帝意念超过咱。伊袂受到限制。咱咧讲苏俄侵略乌克兰的代志顶悬，有一个真神奇的事，就是原本认为会当伫几工内底就来甲乌克兰拍败的苏俄军队，竟然互乌克兰四线的军队一个对 tank 对伫即个米格机来一个拍落。原本应该爱掌握着这个制空权的苏俄部队，并无真正来掌控着这个制空权。所以到落尾，伫这将近2个月战争的中间，苏俄军队会通讲节节败退啦吼。根据军事专家讲，是因为乌克兰得到美国一个真有钱的人，伊所提供的一个 Starlink， 这个卫星2000几粒，提供真正确的资讯，所以因会当真准来拍这个 tank， 甲这个飞机，所以。咱知影，伫乌克兰的电子通讯，伫开始战争的时阵，就被苏俄的这个飞弹炸甲拢倒了。但是因为有这种超越的卫星通讯，互伊伫这方面无受到阻碍。基督徒伫信仰顶悬，就是因为信靠迄位超越的上帝。因为安尼，咱会当得到保守。当然，这比迄个卫星更较悬啦吼。永远的上帝伊无受到限制，并且会当透过先知的代言，咱通知影上帝的旨意，得到上帝的保守甲伊的启示。咱每一摆看到以斯帖的记录的时阵，咱就会感觉讲非常的不可思议啦吼。就对人的眼光来看，当权者哈曼已经计划要灭掉以色列全族，好敢若咱即摆咧看乌克兰的战争共款。伫全以色列拢受到即个威胁。正常来讲，一个负责人嘛无法度入去伫即个皇宫内底，就算是皇后嘛无受到邀请，就袂当去见皇帝。
咱看见全以色列人伫以斯帖的要求的下面，开始禁食、三恢复、祈祷，将因所拄着的艰苦来交互上帝。以斯帖奉行伊家己嘛禁食，恳求上帝掌权了后，一切都拢改变。当咱倚靠迄个超越的上帝的时阵，代志就要改变。当然有人会讲，这是因为以斯帖奉行伊真有智慧，无毋对。但是如果咱对圣经的记载来看，咱就无困难明白，以斯帖本地家己嘛无把握。虽然伊真聪明，虽然伊真勇敢，若无有上帝保守，伊可能无法度完成安尼的事。这也是为什么伊的要求全以色列拢为着伊来禁食。对合案的事件，咱通看到，一个靠着家己的武力的人是行袂通的，是迄种的。咱颠倒伫遐爱学习完全倚靠上帝，即种的人是要得到救。特别当咱拄着合案即种的人的时阵，咱更较需要上帝的带领甲保守，会通将即个情势整个的改变，除非咱有上帝的帮衬。人靠家己的聪明气力，其实真正是做袂到的。当启示录所咧预言的即个7个星、7个灯塔，其实拢是咧指7间教会来讲。伫当这时，初代教会时阵咧讲的即个7间教会，是启示伫亚细亚、伫马其顿即7间教会。金灯台是咧讲到有一位伫迄个中，亲像人子的。伊就是迄个掌权的上帝，是永远的主。圣经安尼讲，有一日的主日，圣神来支配我，我听见着一个大的声音，好像亲像吹号的声。伫我的背后伫讲，将你所看见的写落来，然后将这个册寄互以弗所、士每拿、伯加摩、推雅推勒、撒狄、腓拉铁菲、老底嘉7间教会。我转身看什么人咧向我讲话，我看见7个金灯台，灯台中有一个亲像人子的徛伫遐，身躯穿着推到骹的长袍，胸前挂着金带，伊的头毛亲像雪。亲像羊毛一样的清气，伊的目睭亲像火焰安尼闪烁，伊的骹亲像经过锻炼，搁光光的铜安尼的光亮。伊的声音亲像大瀑布的声，伊的正掌摕着7粒星，喙中吐出一个双面来的剑。伊的面亲像中昼的日头，我一看见就趴倒伫伊的骹前，亲像死人一般。上帝圣神启示了约翰，叫伊将所看见这个异象记落来，写批互7间教会，对因讲话、教导，提醒逐教会的基督徒。这个启示的书信是伫代志还未发生之前，上帝要爱约翰提醒正教会。伫启示录中间，上帝也启示伊家己是古早伫地、今伫地、永远伫地存在的上帝。上帝甲约翰讲：毋通惊，我是开始，我嘛是终末。我是永远存在的，我捌死过，但活地，而且要永远活地。我掌握着死亡甲阴间的锁匙。你要将所看见的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，拢写落来。
好那亲像咱昨伫主日的信息中间讲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这位永远的上帝，永远存在的基督，这个约翰启示来显现，亲像伊当初时啊，门徒、多马显现共款。伊是为着要互因明白基督是超越时间、空间以及阴间永远的上帝。咱要来读今仔日的经文，伫诗篇122篇。我真欢喜人照我讲，咱来去上帝的殿。耶路撒冷啊，阮的脚已经踏入伫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起做一个城，全城整齐肃配。这个支族就是上主的支族，拢照为着以色列制定的规律，去你遐称赞上主的名。因为伫遐有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必家的宝座。为了耶路撒冷求和平，愿听你的人拢享受安乐。愿你的城内有和平，愿你的宫内有安乐。为了我的亲人朋友，我要讲愿恁平安。为了上主咱上帝的殿，我要为恁来求福气。恳求天父，互阮会通追求来认捌来跟对这个永远的上帝，因为人是暂时，只有上帝是永远。这个世上无有别个拯救，只有主耶稣基督。帮助阮来坚持追求这个救恩。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